我们这个是要比热舞的哦，舞蹈大赛冠军哦。老姚边跳边，所以 breaking OK 嘛？走嘛，该老太公呀。应该走在汉堡。哇，在哦！我跟你说，配对这样。配对。他是台湾的素食小王子，真的。走的。是啊。但是玉轩，你走的吗？走唔得。也是演吉他哎。够重了。不可能。我没有听错吧？想过音控师的耳朵吗？手口并用好厉害哦。就跟跳舞歌。要不是下面挡住他脚也可以用哦。你要干嘛？烟熏鲑鱼塔。鲑鱼？对。那个最爱。不过冇鲑鱼哦。1、2、3。好，还有最后嘞。哇！好。继续哦，预防哦，继续说哦。那怎么突然暂停呢？看按照 pose 吗？没时间哦。这样温度好像拉。是不是低到我手都可以进去了？进去啊！玉轩，你这个哇！哇 ！dance 一下。你讲食材，你俩演你吃到有给他走嘛，有甜甜的米西啊。你甜甜的，有比你还甜吗？没有。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係樹坤，一家之主，建築，莊白強。今日都來到新都亞島畢業，我先老太講一下，今日嘅重點呢都有挑戰，因為這非常 international，隨時會有別樣嘅別個戲，讓我都想出國了。好，不過今日來到兩片哦，你按到曲折用哦，來到動作擺咧哦。但係來到亞島畢業呢，就會想到新竹菜地嘅師傅，就會在新竹嘅美食度亞島畢業。不過前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第一個呢係新的生力軍對自己投演嘅羅世超超寧師傅。大家好。哇，超寧師傅。我覺得超寧師傅很難聽。真的難聽。超寧啊，所以叫他 Superman 就好了嘛。冇，怎麼可以按到超人呢？唐公嘅無菜單料理啊！哦，真的好厲害，所以他適合玩我們這個清冰箱料理。清冰箱啊，偷卡牌啊，切腹都是為你設計的。應不應該還有南外沙機會？鮮肉小主廚林迅傑。鍾美流，大家好。誰准你講他小主廚？練抖過嘞。小鮮肉主廚啦，鮮肉小什麼鮮肉小主廚？好啦，我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來賓，風吹嘅係媽媽同妹嘅叫下來哦，我都係叫來自劉玉芳，又見面嘍，好久不見，大家好，好，兩片嘅老朋友，隆重嘅掌聲歡迎一下，來自新竹市嘅表兄妹易玉軒、邱兆妍。大家好，先生。哇！今天按给我们看到，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幸福肥了？錯，哇！而家見本來到現場嘅感覺嗬，冇強用哦。冇強，當緊做。了解一下，因為玉軒啊係我哋一家自主非常辛苦嘅幕後工作人員。對，今日呢都會來到我哋節目比賽，要不要先來個劈腿？係啊。沒有啦，先等一下。因為觀眾朋友可能唔知啊，打敗開的5、4、3、2卡啊，細節都是他這樣啪。對，我們不是用那個，我們不是用導演牌哦，不是的。都是要這褲子。好啦，你臨門看那風吹，姐姐臨門嘢叫下來哦，來自己做餅嘛哈，要推薦嘛做餅好搞好食好料嘛。期間差唔多3年，有一家按照厚實聚落，叫做厚實嘿。佢啲喺大城市中呢，有一個寧靜，係有朋友哈來到呢個時間做得去行，佢差唔多因為咧時間就做得也有好食，也喝咖啡，咩做得飲酒。錯。韓國嗰啲維度嘅狀況咪當貼片，有什麼洞穴的感覺啊？還有冇買貴這個種水泥砌牆啊？對，坐高鐵到新竹就做得車架片。係啊，冇唔錯。好，就過嚟看一下近半年哦，咱水係來自新竹市哦，有一隻店哦，凍厲害，係冇？限量的，到貨茶站附近，哈，一個麵店，麵店走在限量，一個芋頭丸係限量嘅，哦，那有啲蛋冇收到，哦，真嘅呢？你自己還沒吃過，冇，但是一直看別人吃，一個麵啊，托盤麵，買好食，一樣好食。啊，該隻麵店按到買名，麵店係用嘅阿婆嘅名嘅來命名。
今日講到嘅芋頭丸烏蚵仔哦，嘅招牌啦，他講當年咯限量時就30分天天呢。那真的我大周去了一排隊呢。如果第一個排隊人說，老闆我要30顆，沒人要理。好啦，嗰種兩水呢，不管做白嘅，也係新竹市嘅一條好食好高嘅素材。接下來咱擺再來去看啦，唔過馬上就會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做下吊起來，兩水會用粗排嘅方式，熱天菜式嘅調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。真來兩水會吊出物嘅想唔到嘅好味先呢，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咧。下一關呢，都做下吊起來。到目前為止的講法，我覺得。這個版比很做得，冇幾種電影講誒，我們冇這種捨唔得咧，天公啊、浮球誒啊，因為下聲音嘅哦，沒有。好，基本呢個強壯係3種冇強壯什麼嘅拍了哈。好，來一組拍一下，先來猜拳一下嘛。好，哎呦，媽媽我們這個是要比熱舞的哦，舞蹈大賽冠軍哦。來呀，邊跳邊。所以 breaking OK 嘛 ？OK。好啦，箭頭石頭布。哦，哎，後面那邊後面有點太多了，排泄哦。來，姐姐出幾多張來？立刻批牌。好，來感應一下哈，冇強了誰冇？我負責黃色，你們一個人選一張。來，兩張好嘞。好，下好離手。好來咯，主食都帶乜嘅？請開牌。噔噔，哎呦啊！豬血糕 ，OK 啊，哎，好吃啊！你在做什麼？豬血糕好吃，不過凍難煮啊，因為今天主廚是玉軒。不會，你們對啊，哎，有玉軒哥哥在啊，來，哥哥配菜黑馬蓋，請開牌。啊，結果。哎呀 ，OK 啊，是我的。來，都在咪推馬蓋，玉軒請開牌。用風少的風軒來走。走對啦，走的。是啊。但是玉軒，你走的嗎？走唔得。我們哥哥在啊，有哥哥在。好，來，我們先到旁邊來。我們3個好，共用1、3年先一個食咯，好。好啦，我先好嘞。到半天明了哦。到底風吹今日做嘅菜係乜嘅咧？請看主食菜。烏龍麵。走的，他是開素食餐廳的。走的。好，看一下今日烏龍麵嘅配菜係。香頭走的咯，可以啦。它也是那種感覺啦，日式的感覺。好，最後，但是味道有可能顛覆大家想象，請看塔香。可以，塔香好像很好吃哎。香頭，好，甜豆是點綴啊？想看一下。來，馬上就有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進早安時間，馬上就要到位，先來問看呐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來看一下藍水的一片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加油！現場馬上開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！哦，33塊錢。哦，哎，來本去凍好學烏龍麵。你喜歡一大片啊？超人要出發了。對。起手式，超人係因為你嘅名就超了，但名地步又是超好，華語好，潮啦，潮，OK，超人師傅幾多年次啊？80。你剛才為什麼要想那麼久？因為要講真還假的，你係經濟，真的，哦，很年輕哎，哦，看不出來，一個人凍還有上哦，子孫滿堂。什麼意思啊？就一個兒子，還沒啦，還凍家了。好啦，來了啦，聊不下去了，聊太久了，聊不下去了。今天剛才去到烏龍麵的時間跟想講，其實只要有澱粉都好吃，對我來講。好，我們先問一下，對方董麗芬呢？幾錢塊傳糖？你做乜嘅老太講一下？應該做齋漢堡。哇，來，我跟你說，配對一下，配對。他是台灣的素食小王子，真的。長瑞呢，應該就是該片料啊。對啊，而且他的漢堡聽說很好吃。因為有素食的漢堡肉，可以用買東西走出來啊。球啊，大豆，還有大豆蛋白這樣。哦，也是蛋白質啦。嘿，蛋白質一樣，還有藜麥。
超级食物。哦，你都要记得你要灌入厨师天数来哦。有。我们刚才有个秀哦，那给我抢厨师的天数哎。变皮料啦哈。对啊，玉芳，你结婚嘛？結婚啊，我要兩隻成員。配對失敗，拍水，也是演給他哎。夠鐘啦，不可能，我沒有聽錯吧？想過音控師的耳朵嗎？高中最小代表就是5歲，所以你是3歲是結婚，5歲是用來。哦，安嘛18歲結婚啊冇啦，幾啦18歲結婚，我兒是5歲結婚，係我18歲，看出來呢，係我做婚。哎，可是我跟你說，因為我們剛才的策略很明確，讓他你選勾1號嘛，因為我們備料快好了，等下回來就要立刻給師傅炒。好，對。哇，好難輪呢！哥哥好會切哦。哎，你沒有給他捧場一下？冇啊。那給他按鈕給阿過的虛接，他就這樣默默自己過來。你覺得哥哥他懂勁總啊 ？Hello， 妹妹，那個油溫到了嗎？所以你現在我們的戰術是什麼？我先破鍋，要咱們半煎炸喲。一下用給他廚師天數來，然後 and 調米。那哥哥要來煎嗎？有。哎，跟豬血糕剖凍用半天講的好些啦，像鹽酥雞他們都好好吃哦。可吉卡福卡剖出了冇安好些呢。好怕整個變硬的。烘辣球啦。上位。哦，來。對，就說對。切。看外表嗎？還是？哎，沒關係，因為玉軒也是看外表的。真嘅。平常都不開做出嗎？呀，他卡死了。看起來像有哎。趙野英本訓走買條路啊。做工程師，哇，科技新貴，很理想的對象。是竹科嗎？對，哇，哎呦，音軌拉哎，差唔多。那是肯定句還是問句？疑問句，剛才是斷句。你要現在用嗎？有面紙哦。抽啊。哦，那這種電解掛就買，有什麼要注意的嗎？不要燒焦。對啦，對，你要掛主要就不可以上車啦，哈。我們先過去，等下勾了，因為他們要廚師幫忙。好，來。等下這個要夠多。嘿，這個是起千叉哈。會太要起千叉。因為你都要給塔香怎麼個多多安油啊？那個起千叉啦。佢嘅香氣吼，它會出來，它會釋放。嘿，你迄講規底佢嘅香氣都冇安香。那你用那個用廚師天數愛？哎，啲下愛先撈啲前置動作總好嘿。好，來通關密語，龍沙強下好，叫做廚師天數愛好了。預備起，廚師天數愛。好，是馬莎呢？該係超人嘿。繞場超音電衝咯！繼續開始，手口並用好厲害哦。你就跟跳住歌，要不是下面擋住他腳也可以用哦。你要幹嘛？煙燻鮭魚塔。鮭魚？對，我嘅最愛。啊，唔過冇鮭魚哦。1、2、3。好，還有最後嘞。哇！好。把握時間。也變差唔多。哦，現在都有。好了，懂得食。把握時間。哎，有。時間真的會過超級無敵的快。你做得啦。怎麼個頭有線落去呢？要上的啊，我先燜炒一下。我們還有千層，如果覺得不夠，還可以等下再放。唔會拿嚟。哦。炒呀，該加注意嘛，該冇咧。千炒一定會油別個。哦，油別個。該係油辣嗎？油辣的啊。倒數30秒跟我講哦。莫蒜油，有個。剛第一次來，可以多給他10秒吧。可以多給他一些畫面啦。我倒算了。加10秒，加10秒。我應該數下慢啲哦。3、2、3、2，用到了。1，好，時間到。繼續。然後咧，你要跟他。好嘞。然後嘞。好。蔥糖醋油。好，溜เรา記得提點一下。是不是？面這邊哎。這邊下嘢。好，那是味道。面。你下挑梅鋪盤哦。醋哦。哦，咁拍會走體咯。你先等下倒落去，叫就好嘞啦哈。學姐加油，學姐加油，不要選擇障礙。好。量你可以斟酌，
这样太多你贵在走对了哦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好，咱准备有用拍儿嘞。来，两位老俩只拍儿，我听了吗？哎呦，蛋牙一下好。哎，你们桌子很干净哎。哦，哎，先夸奖一下小烟建的动火款哦，好看。好，初次铁熊来拍儿准备好了，通关密语，预备备起。厨师天素奶。好，而且马上来嘞，甚至师傅。起来喽！我先这个锅好了。好。哎，一个动作就开始计时哦。喂，你差别待遇太明显了。抢吗？开始，好来，两个姜嘛，含着蒜头放入落下来，吼，两个葱一点点，吼，放入炒到了香味出来，啊，两个油温，吼，放入较高一丝的，吼，点下呢两个调油，含有个醋。油，哦，油较照烧哦，有红烧，红烧，我们是红烧，含有个搞错味道是不是？拖油膏，拖油膏，手口并用，好厉害哦。含有个调油膏，哦，要不是下面挡住，他脚也可以用哦。要干嘛？手脚手。哦，含有糖。哎，他加糖，爱你用梅林呢？冇相关，吼，意思咧，吼，调油放去吃，放去较香意思咧。有调油膏就有调油味调。哎，好香哦！调油膏其实较甜，啊，了解，调油会香味。哦，可以沾酱跟沾水饺的。了解，要放去入味。好，你先夸奖一下玉轩。20秒，哎，这一步拍摄。面子咯。那选苗中那。西。挨周的。哎，你这个数太快哦。点都 ，sorry，I'm sorry，so sorry。我去提点一下。哦，水也系捞去收汁呀。收汁就好了。好，周得按姿势。这个那么多很难。收干的时候把它加进去炒就好。好，好像不能讲话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眼睛杜绝。他在做视力测验。一汉啊，因为应该会第一名。哦，你会打头因为选过是吗？抽。假死猫嘞！大家再见。你就老子走当围攻哈，给你来是这个效果担当。对，抽啦！太谦虚了啦。一汉应该走得嘞。你这又是肯定还是问句啦？走得。看嘞。好。刚刚师傅不是有说要收汁吗？煮好了。OK 啊，那我觉得待会你需要一段 breaking 或者是。我去倒数喽，再见。拜。现场马上回是都3、4、6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支持看那体馆那部卡米是较针的哦。两组都已经做好势，马上就来支持看那风水的料理，来塔香乌龙面哦。哇，真紧哦，冇怪记得之前哈都很久，但就係體熱後時啲那個塔香就完全噴出來咧，好鮮。那個有包到嗰種味道，唔過呢，你有啥吃到用白呢？我當好生呢，好食哈。讓冇空用的炒飯。它感覺就最好不用前菜，米頭一定要走出來。可以哦，真的不錯。睇到風水啊，這類按咯鼓勵一下。我喺吃到東涌嘅隻九華山嘅嗰隻面啊！哇，專業嘅哦，第一個啊，這係做再傳師傅呀。真嘅，你可以再出一場傳堂漢堡。不過，咱嘴裡片哦，看起來雖然係做效果，不過食起來可能係真實力。結果你吃款，那個眼神真的。那個米都調得濃厚哎。而且他玉轩不想輕講那個豬血糕會調硬哦，不會，不會，真的剛好。東已經處理個豬血糕的時間了，可能蛋起來那係炒，那係煮甜甜，記得有剩就破果，口感怕好自然，它的那個醬汁也很容易會讓 keep 到地外度。這種用版呢？根本記得去上映做黑油創意，炒到凍好。預防吃用版。米頭凍葱，那就一些是凍好些。米頭凍辣。我睇下冇講到係煎掛，究竟煎到好鮮。簡單做一下，煎到金黃色哎，就1號蛇。哇，這就有點臭屁了，這很簡單哦。那玉軒起頭咧？安之誰有神之師傅，重要的點睛之筆。因為冇成意是過鹹，冇成意是過甜，但唔過今日跳到嘟嘟好。又油又甜又鮮，哇！真緊凍好食。咁我到底師傅嘅想法係乜嘅咧？結果你看咯。
好，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诶，先来请你超人师傅抢分数。蓝水得到2分。超人，你刚才不是帮我们吗？妈妈，好，等欢迎一下。他阿举师傅抢分数。哦，蓝水2分，不用劈腿了吗？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哎，魔法都为会了呀。什么？说起来吼，加面系下拄好放饭吼，哦啊有饭吼，我可能做得13万。哦，米头。好，甚至师傅啊。我要分俩蓝腿呢，迄其出都该食材啊，就讲起来东困难啦，煮雪糕啦，其炸锅啦，还是烹调过，其姜尾挑硬，啊，唔过佮处理都东好。还有个节瓜，一般来讲，节瓜迄东难处理该食材，因为煎过头了，其会挑软挑水，啊，唔过了解煎到东好哦。凤腿两片呢，乜东好食，啊，唔过了解乌龙面做的。通较久一丝丝的咧，容易较软，啊，了解时间酱汁会较多。好，感谢。好哦，也就给你做清好。唔过呢，头前第一关无算嘛噶，还有第二关啦。那3号人呢，可以系甚至师傅带来嘛料理，我来老太请啊分享咧。师傅出台菜。好，甚至师傅呢想为自己拍手，是不是？因为实在嘅朋友福音落嚟啦。对，因为师傅呢给你带来的菜名系嘛噶？烟熏鲑鱼塔。鲑鱼，对，那个最爱。啊，唔过冇鲑鱼哦，也很爱，没问题。紹介一下食材有哪啲？好，等下我做嘅鲑魚啊，我係用了解紅嘅甜椒嚟做。哦。好，還有嘅生菜，好麵包，還有嘅醬嘅部分呢，等下會用了解 wasabi 啦，就嘅芥末，還有美乃滋，還有酸黃瓜，啲都就當到嘅配料。這個呢？好，了解係我嘅秘密武器啊，做完步驟嘅了解素嘅魚子醬啦。魚子醬。了解就會用嘅分子料理嘅方式來做啦。了啲度呢就撈了解什麼海苔粉啊、竹炭粉啊，本嚟就嘅好嘅梅啊。哦。好香。了解鮭魚嘅部分呢，我會先撈了解甜椒本嚟，好去皮。這是鮭魚炙燒嗎？對，先本嚟了解皮，本嚟有點燒傷的感覺。對。哦，了解係一般了解較太了解甜椒啊，像了解水果甜椒，嘛做得做啦，啊唔過挺細粒的。好，差唔多哈，本佢用解哦，本佢炙燒一下。這樣呢，好，我們就本佢哦，不用多了解皮，本佢滷鐵。哦，沖脫泡蓋送的概念。好，了解皮呢，哈，本佢不會燙哦。咁少就做唔得做師傅咧。你在嗆我？啊冇。對啊，當然是。好，本佢好搓。了解皮就唔滷鐵咧。哦。我有問題。嘿。像嗰啲青椒、黃椒，咪做得用按用嘅方式去撈佢去皮。做得，做得。做了解鮭魚就用了解顏色來做嚟啦。我想請教師傅，上下我教我煮嘅時間，我用川燙嘅。川燙我做得啦，啊唔過而家口感會跳軟了。哦。好，靚吼，幫佢切，幫佢冰一滴度。好，了解冰我嘅醃製嘅東西，好，煙燻紅椒粉。哦。這個紅椒係唔會辣，唔會辣嘅。好，還有嘅橄欖油。還有這個孜然粉跟了解墨西哥嘅香料粉。那主要挑個梅啊，因為海鮮會有個鮮味，因為用按用個那種調味料是直接又都調。好，了解幫佢醃，好，醃一天就做得嘞。哦。做完就變了解嘞。哦，我又都軟軟嘞。就軟軟嘞，也就沖個了解鮭魚嘞。哇。好，另外來切一下我嘅麵包。所以滷嘅時間，一按部嘅時間會變到變相嗎？嘿。好酷哦！梅頭係乜嘅？那個煙燻嘅梅，好，了解就好，本佢了解麵包，幫佢煎一下，好 ，OK。哎，不是乾烘，用油煎，佢個香味，才會較香。好，好，了解荊棘。所以你這個漢堡除了內餡是那植物肉之外，它有其他變法嗎？花枝盤也有花枝的，那素食帶出來發地係用哪一種？也有蒟蒻。哦，對，而且甚至師傅很厲害，是快很準，沒有猶豫的。那個墨西哥嘅辣椒味，我幫佢切一下。咱們酸黃瓜，了解酸黃瓜，了解墨西哥嘅辣椒味。了解袋子哈，幫佢了解美乃滋，幫佢冰下去，好冰下去。對，應該他講的美乃滋的時間，應該覺得好像跟我們在超市買。玉泉那邊有沒有湯？可以。就這摸薑蓉呢，這是你自己調的嗎？我了解買嘅，好，
好，本期放起来，烫起来，然后烫起来，好，搓一搓完之后嘞，哇，我但想大概那种芥末来地，因为商品我放芥末放下去，但是美乃滋为什么呢？美乃滋干个口感不会卡滑顺啊，会卡滑顺。好，还有之后嘞，哦，等下来摆盘嘞。哦，好嘞啊！等下切一切就好嘞。好，了解。好，鲑鱼，好，一大概。那个酱要留着。可以。都在放乌龙面呐。哇！连切个缝隙都动强呢。继续哦，预防哦，继续做哦。哎，那怎么突然暂停了？赶快到后时，没时间哦。一大概。那个酱要留着。可以。都在放乌龙面呐。哇！连切个缝隙都动强呢。要斜切，哎呦，这个就会有穷了解。哦。而且重点是两种散温哦，可以放的比较久。面包不用松嘞，好，等下来摆盘。重复看吼，莫橄榄油吼，咪做得用奶油来和两只面包。做得。你都没有绕墙超人师傅绕你很鱼。有啊，天数捡面包啊。好，有啦。那生菜系有特别嘅。有芝麻叶吗？了解是绿火焰。那一般的那种美生菜做的。做的。那唔过你用太了不对。好，你看那个盘子。哇！你不用松了。这真的很像分子料理会出现的器具耶。对啊，错。真件摆啊出嚟过后，含卡葱嘅版本有可能切到泡泡之后，又要调工。好，了解辣椒诶，我帮你不用一丝丝嘞。哇，好，还有酸黄瓜。有问题吗？玉芳，你最需要学起来这一道哦。嘿，我就去看几个研究，我记做嘛个用。不用送去。哦，好，较好看。哦，系冇嘛做的。冇相干。哦。我还有问题，我冇好食给大酸黄瓜用白。做的不用最好嘞。好，了解好，自家做个鱼子酱。你冇做让你知道。做的用那个小黄瓜嘛，做的一丝丝的就好了。就上的谁？脆脆。而且鱼子酱的黑色的鱼子酱是水鬼耶，你特别做黑色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了解烟熏嘅做的拿出来嘞。好，本期就个烟熏嘅梅汤。哦，你看马弟弟。大概是烟熏香吗？你看，那低度就有烟。好，低度就有烟嘞。一点就好了呀。家里面真的要放这个。湿湿的就好了。又香气耶。哦，了解香气哦。1、2、3。好，哎呦，就好嘞。哇！好，烟熏鲑鱼塔。按钮就好食咯。已經當其他都太適合了米湯用版呢，來品嘗看那咯，太厲害了！我特別知道那個煙熏鮭魚的部分，也真的你完全吃不出來係鳳爪的這種口感誒。張博謙登出了嗎？因為哦，我本身係海產豬耳雜，做啲讓人印象當中嘅上影片哦，改做安用片哦，仅僅是就RG張片，真的很厲害，真的很厲害。那它是主食停滯中，風船呢啲紅沙主動用不遠嘅。實在當經驗啊，根本以來吼，不管用辦吼，我收穫最多，上下安尼親戚來去去吼，我嚟做了本期也來去講吼，也係最新的分子的個料理，嘿。玉芳，家有學起來冇？有沒有認真去考慮講到哪點好？做的師傅可以嗎？師傅做的，做的啦，可以完全 OK。有學起來就做的啦。嘿，你要前景，我稍微米凍好，還有給凍醬。好，問一下藍隊的這兩位小天才廚師，一口生進去後，哦。非常滿足啊！你剛剛是講哦，懂送，懂用啊！沒有，真勁後生哈。真勁，我吃到因為我冇好食嘅啲酸黃瓜，唔過
底部有给它墨西哥辣椒哎，米头融合在一起的口感是非常好的，懂蘸料。我觉得这很难得机会，不过观众朋友哈，每期都走在走款。但最后，你同问一下，就是我们超人师傅荤食，你们一般是怎么做，或者说有怎么可以跟阿志福希望交流一下？第一说吼，非常的口味米，啊，层次很丰富鲜明。我食体了，我想讲，我们有主菜嘛，忙来，食体了。口味都大开了。而米球路酸的东西都要低度。观众朋友做都不卡了，吃做困难。头前蓝队得到2分，按冇相关，风吹最杯米了加油诶！和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不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低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好的，一管低度呢，就要拿出7家嘅笨蛋了，表一下，红队一定没问题的。看用的够，我们姐姐煮菜的料理资历也比逸轩强啊！啊，哎，好了，现在看下风吹啊嘅係乜嘅秘密武器呢？粥嘛，那你粥哎，奶粥哎，加点力看一下好吗？要有一定的年资才做得出来。哇，玉娟，你一直在被这个中箭，你有感觉到吗？没关系。可是我可能风吹用风色嘅秘密武器呢。哎，可是你用下嘅走马来做出来最本命款料理，菜名係乜嘅？走马炒板条。走马炒板条，是不太起来爆，加都好嘅一次菜哦，已經開皮嘅。好，最本命一款呢？你不管用的好不好？来，边都转来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咯！加油加油！好，风水嘅秘密武器當厲害，我攬出嚟一片後咪當要貼片嘅提色咯。你係馬介總司，也就係薄皮辣椒誒，薄皮嘅辣椒誒，錯，也就係阿婆講嚟做誒。所以你要自己做誒？錯，你要確定哦，我們這裡會測謊哦，會哦。一開大家都在試坤，係唔係？合適的米頭的。我做乜嘅阿婆會教薄皮辣椒嘅係唔不抗煙？係啊，就聽大家好食啊，愛用就愛用。因為他知道你是小辣椒，所以排先啊。好啦，等下我阿哥強下做咧薄皮辣椒嘅菜名按到乜嘅？薄皮辣椒炒肉。好，薄皮辣椒炒肉，等下看佢哋嘅表現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！用速度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我哋開始做咯。哎，超人師傅，你最好食的客家菜係乜嘅？做麻肉。你不要這樣子，太明顯偏心了。真的對不對？我可能。那你會做嗎？阿婆的米，我讓他會做啊。所以你看，我們已經先贏得了師傅一半的方式。等一下，我問一下阿志，花蓮最有名嘅鐵神係乜嘅？阿婆嘅料理啊，薄皮辣椒哦，等下沒有先套有啦，唔過花蓮當道嘅口味就留嘅什麼應油啦，還有留那個調酒，當道嘅品種啦。所以希望兩組嘅來賓啊，就可以讓兩位師傅互相學到冇強融嘅氣態東西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他們表現。來，看一下風吹。這道料理呢，就是回到我們的主場了。姐姐要半條貼片一線嘛？有哦，又係哪家用嘅線？新婦誒，新婦半條最有名嘅啊！又係頭班媽媽就安樣煮。係啊，像跟走馬煮媽媽吼，人媽媽啦阿婆是咧師傅，頭班就係安樣食嘅。所以你要做媽係媽媽傳下來嘅，你自己就改良麼？我就改良，因為做嘢嘅時間吼，佢用嘅啊，所以做馬係係客家人。補訓題啊，我做媽做馬該做咧補訓題咧，它是有什麼樣的？因為佢用酒啊，佢這個發酵佢嘅酒，佢發酵會變酒，啊變酒以後呢，將佢調熱，燥熱嘛，給它燥熱，你就會撈冰糖。哦，嘿。哇！哎，繼續哦，預防哦，繼續做哦。哎，那怎麼突然暫停呢？看來要 pause 嗎？冇時間哦。你那有賣個香菇按電影寫嘅哦？哦，係啦，係。它小小顆的呢。我就知道是客觀啦，係。好，你等下過到轉來，好，先皮掉一下，好。
哇，真的会耶！哇，冇可能玉轩跳到安转念呢哦。玉轩，我应该会压榨，那怎么改？果粉。为什么呢？哈希拌煎炸，因为皮蛋它最好吃就是压榨，加个低度弄心哦。对。先问一下，因为该下讲两头出来做系白皮辣椒炒肉甜甜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我马卵嘿。对啊，因为压榨它有米稀啊，以压榨老剥皮辣椒做香哈会有不同的层次。所以家里就是这样做吗？其实阿妹啊，其实人爱用做啦，唔讲你去甲上的，给他给论啊没做对，可能你去甲上的什么改就爱用，一看你们就可以吃看我的厨艺。这样温度好像啦，是不是低到我手都可以进去了？进去啊！你吃到有给他走嘛，有甜甜的米稀啊，一甜甜的，有比你还甜吗？没有。好，很走地啦。地白色的，对啊，有看过来跳舞，冇看过来走吹，跳一下。没有看过你跳舞。你看过我观众朋友经常按你讲。我其实没看过。来，冇，要他冇喊，要他冇喊。因为我的意思就得到我们已经得到2分了。等一下嘎斯请进就让我们给观众福利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好，那大家知道分数怎么打了？快。按紫色，所以你当初想要参加一家自主的幕后工作，应该系为到真正好煮菜系冇？系啊，因为我请，这温度好像唔啦，是不是低到我手都可以进去了？进去啊！好，一张眼一下看一下，因为这眼好色啊，你冇看到眼转来按皮，没有按皮，是你之前太瘦了，真的，有马卵有泡到几球啊？就一下就因为压榨本身就走在色嘞，我说来听老给那个心不要流出来而已，所以其实一下就好。懂吗？捞起来之前你关油，它就开始吸油了，是这样。你在剪后置的时候没有看到这部分吗？因为他都把它剪掉了。你要说？所以看玉轩今天哦冻啥嘛？给咋？炒牛。俺后上如果煮菜如果讲黑。又按姜，对，这已经油泡了哈。哦，所以现在照样要做白肉的哦，这种炒牛，哦，炒啊。那你们有蒜头米啊，系嘛个？有一下一张不用下去。好，我们先过去了哈。等下过来哈。好。哇，好美哦，那个阳光洒下来，真的，哈风哎。走马老牛哈，出来，爱本给炒，嘿，这个真的很香哎，我做来给炒一下，你动用，嘿，我来给炒锅啦，嘿，来给炒锅，跟永远但系完全冇卤过嘛哈，冇卤过，伊俩走马煮冻，用皮肉啦，嘿，啊，好些个东西做得下肚底哦么？做得啦，我等下会教，嘿，有一摆我转去的时间哈。当关键老人家要吃饭呢，我就冇法度啊！好人来冰箱呀，看到有东西我就拿来，啊，嘟我带半条转一本给他吃。刚玉芳，红豆妈妈哪一个那个素卤菜呢？我都做，我很熟好多啦。其实看阿姐安样吼，天天安样白个一滴。看见一烘的天天的了，而且妈妈做事情懂细心的吼。妈妈以前在你小时候，有没有懂严厉嘛？冇啦。因为我糖也没有。煮饭是这好严厉，真的。对啊，切东西啊，很专注。嘿，都唔得落来，厨房很矮的。我们先出去。没有啦。这家下系调酒捞水系吗？香菇水啊。哦，介意听哦。用话该好香菇。加个香菇水的师傅就要加分了吧？加金香菇的水。冻响应血嘞。哦。我要吃很大碗，好，唔怕。哇，哈，这样呢？好，那我们就先过去，因为他们等下炊饭米还有秘密武器，没错，最重要的油葱酥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下周哎。我这个标哎。哦，鹅油哦。鹅油，好，我们准备赢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玉轩，你很会做菜。
黑暗用，奶糖都黑暗用，听得到是？听得到是？我们现场其实没有很大，更会跳舞，更会跳舞，抽，加上还会挑咪。虽然安用到玉轩功效，但是玉轩真的是很有才华。对啊，好香哦。所以赵岩，你平常是摸煮出来的哈？哦，那个搅饭懂后生嘞？嘿啊，就会懂哈饭啊。那你有带饭吗？没，还是。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用那个酸的什么？就是有点像瓜子肉。就刚很像，这叫什么？它炒的方式口内很长豆，就是叫瓜子肉啊。哦，对对对。跟辣椒嘿。一下的配色。辣椒阮做嘛个地位从内脯来切的，去籽，还会去籽。玉轩，你这个哇，没有哇 ，dance 一下，你讲实在，你两点哦，就30秒而已。天赋，很天赋。去看的节目不要后悔。没事的，可以了，董想人生呢？嘿。那个得奖感言2位先准备好了。好嘞，哎，你来兜酸呢？好。现场马上开始兜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去剪刀！马上出来吃看下最杯面一关，那部卡米是卡针掉喽。好，两组呢都最杯面一关的时间，真嘅系拿出7架嘅比咩武器到本灯呢，先来品尝看那风吹呀嘅走马叉半条。师傅真的对我很好哎，今天就下台盘呢，很大碗哎，哇嘿哦，对啊，不是其他东西耶。哎呦，你睇下提出白雪，做马炒板条，无论系嘅什么哦，也系每时哦就做动火，你看。那种很少女心哎，像在水风这种的。对啊，那我高还有真劲又很家用，而且放半条呢，无管讲不开食材你们用，食到哪唔得，以后啥等以后，真劲是粉红色。预防吃到牛板嘞，有妈妈味道。这道菜你应该跟妈妈学起来。嘿呀，可以啊，这个有满意冇？给你做诶。非常满意呢，很好吃哎。风水啊，这哦，记得是个动漫剧，我老太讲，因为动漫剧，我真紧，因为来下大丫头吼，摸便宜，唔讲我真紧就学强力，这个足以证明。还有一位没学强力的，看一下，赵岩，你平常是好食嘅做妈料理吗？冇诶，没有吃过吗？冇。这是你的第一次。谁来应该挑一白冻虫饶吗？你觉得它吃起来有什么样不一样吗？古早味的那种感觉，对，然后吃起来就是也很有那种，就是妈妈做的味道，对。啊，玉轩你知道嘞？哎，吃到有给它走嘛，有甜甜的米稀啊，古时候就跟我们一般吃给它肉燥，它冇 Q 用，不过要在懂哈也很，会一直想吃，一直想吃这样。一甜甜的，有比你还甜吗？没有。冇啦，唔过也就喺真件当好食啦。你看佢按後生哦，24歲天天自家做白皮辣椒，和自家做出按好食的料理哦。谦虚一点。好了，谦虚一点。太好吃看啦。也可以剥皮辣只会有辣，好吃哎，而且唔会咁甜辣。对，佢重點出嚟唔會甜辣。啲辣椒哦，然後給炒落去之後，它總在選這種馬卵這種，我覺得你的馬卵有種奶香氣耶，非常好選。真的，大多嘟嘟吼，吃到牛板。哦，佢哋還有商人吼，做得煮到個暗號，又個有創意，好食。預防吃到咧，剛講凍好食，我就從我就大片凍啊，地府卡嘛都在自家煮哦，好奉片，同便利，他們提到，快台嘞，東南拼嘞，2盤都是強，到底怎麼這麼厲害啊？趙岩，我只是助手，他才是主廚。那個竹科工程師應該可以先看辭呈什麼時候。昨天自家出了快點的呢。冇啦，就係阿婆教嘅，佢就當下煮一種凍下飯嘅本生硬嘅色安用，你就會食凍多飯，就會長台安用。我想我睇過電視機，讓阿婆講一下冇。阿婆我愛你。哇！阿婆應該係真緊凍河，
两组都非常厉害，不过到底最美系哪组会让出的，结果来看哦。紧张了，头前的蓝水得到2分，不过我看到风吹的仰面动态，因为走马呢，然后够资深的，他赶紧让走出来，我还趁到最后机会拉票一下，这样。好来，超人师傅抢本输。啊！我可能就不应该用赖狗皮了。好，看一下阿吉师傅抢不服输。哇，让可以让呢！甚至你就给姐姐一个好理由。来，超人师傅讲一下你的公道话。好，我先讲。做马实起来动向。对。又用米又炒出来。而且你最爱的。对，我主要因为爱道地的哈钢音啊。对。对。然后皮蛋蓝队皮蛋啊，跟牛有冇肥瘦比例可以再调整一下。哦，比如用什么？好。阿吉师傅的公平款。哦，我要问蓝腿条片的，我是都给料理都有层次啊，伊个皮蛋有炸过嘟嘟好，佢就像那个泰国个打抛猪肉个口感平庸。风腿条片的麦当好食咯，我就试到个走马像我阿婆做个口味平庸，就个酒香啦，还有个发酵个香味，我试到麦当好食，感谢。我觉得师傅没懂用心，因为不管你用的评分哦，我最近都觉得有输赢是好事，因为呢这一季当中输的奖品都超好的，好，马上就有颁奖嘞。耶！真的好开心哦！除了看到你我们的美眉露朋友以外，最主要係乜嘢哦？这个成绩出来呢，皆大欢喜。风吹得到1分，蓝吹得到3分。先来恭喜蓝吹！好，恭喜蓝吹做得到胜胜出嘅加出去，恭喜耶！来看看我们红队得到係离光多功能不粘锅具组3件，冇可能啊！2个、3个。新的一季的奖品真的变好了，谢谢厂商呢，谢谢。徐梦抬价，徐梦抬价。好，先来访问一下赵岩哦，虽然係叫做工商室哦，不過抬價看得出來哦，趙岩很細心，而且是被埋沒的小廚神。但我今天想問他的問題是，因為佢老嘅表妹感情動好啊，體育擺啱看佢做些嘅現場哦，有冇感受咧？都非常的辛苦啊，哦，那在这边就是支援大家，今天做这些事，哦。有没有来都要骗了哈？一会儿戏啊！哦，有没有觉得妹妹过去真的不容易啊？玉轩啊，你真的是大家的宝，而且刚好没讲到，假使紧紧就让，也听我本观众朋友也带有个福利啦，真的。Yes， 需要节奏吗？不用，我要先讲感言吧。亚白转来东欢喜，就看到台家就按用一家和热，真嘅係一家之主。好，估說下一季有機會，兩位轉來哦。真的哦。好。那你這一次是先跳什麼？點點吶，請就老樣子好嗎？好，來，掌聲鼓勵。哇，好厲害哦！這樣子是。你風雪姐姐呢，咪係聽一拜來嘅，這一拜又這塗抹嘢了，而且得到這麼棒的獎品，挑爛劑兩拜老太家講一下參加嘅心情。哦，我當歡喜哈，又做得再一次來參加。那來了呢，我歡喜之後，那名次也嘛該我就用我心哈去做出來，安樣型嘿。好，玉芳要拜替拜老媽媽送天使，對不對？係啊，要拜參加心情老太家講一下。有點緊張啊，不過我體拜嗰度咧，大家組團還有學嘅陳師傅去做嘅料理，嘛學起來一款多款呢都有節目。店名我都嘛該。皮實維根 ，Peace Vegan， 一條去搞關一下。等不了。謝謝康老來哦，我代表徐玉芳邀請玉芳再來吃哦。真的，好啦，今日真嘅千歡喜看哦，不管係老朋友、新朋友來，都要到別人都會發現到，都會很想念我們，多多來參加，歡迎您第1屆、第2屆、第3屆學姐一起回來團圓。非常歡迎所有的新朋友、老朋友搶下來報名參加哦！一家之主等着你搶下來要到畢業，分享不開後面是搶下來氣中分享你嘅故事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！預先 ending 不宜走，快點，快點！結束了，要結束了，快！冇啦！1、2、3，恭喜！